第23。是父亦或母，谁具此心也？是先或欲天，梵天有此也。那这种的发愿啊，这样的就是内心里面的为他人的这种发愿呢，就是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谁能够可以具备呢？有一个相当就是我们自己就平常知道的，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最大嘛，对不对？但是父母的恩德也是没有达到这个样子的。父母的慈悲，父母对只有自己的小孩才是有慈悲，但也是这个慈悲也是没有办法达到是究竟的啊。那么很多父母来说到对小孩的教育也好，各个方面来说到就是也是一样的，本来心里面想的就是让小孩更幸福，让小孩更快乐，但是实际上不懂这个真正的幸福和快乐的这种教育的情况下，那就是要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让小孩会越来越痛苦，越来越让他们不幸福的，造成这样的也有嘛。那但这个是不懂，但是实际上来说到就是懂的情况下，能够真正的做到自他相欢的这种，或者是自亲他中的这些，那这个来说到就是就很难有啊。那这种能量感，这种发心，这种发愿心的这种心量那么在除了这个菩萨以外，那就相当就是第十天也好，世间的任何一个神也好那个天也好，都不会具备这样的一个慈悲心。那么能够可以具备这种慈悲心，才是真正的叫菩提心。彼等为自利，上邪为目疾，抗为他有情，生死饶益心。那这些前面所讲的这些众生，像比如说我们在三界轮回中的很多的众生来说的，这种从内心里面真正的能够可以帮助他，能够可以让他解脱的一个这样的心，是从做梦都是没有做过，没有梦见过，为自己也没有梦见过，那为他人是根本就更不用讲的。所以呢，前面所讲的就是除了佛菩萨以外，那么就没有办法具备这样的一个功德修菩萨行的，就是菩萨以外没有办法具备这种功德，这种的什么心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力量，这个意思。他人为自利，上邪为能发，生子珍贵心，稀有成空前。那这个功德来说的话，就是无量的一个功德，所以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替代，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那个代替的一个功德。那么这个功德来说的话，就是从哪里发生？那就是从自己的内心里面要发生的。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平常在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都会想，哎呀，我比较没有时间我比较没有金钱做功德比较没有时间可以做功课等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学到了这个方法的时候，就又不需要金钱，也不需要时间，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想，任何时间都可以发愿，对不对？今天如果说我们一直都是以痛苦的过着的话，也是以这样来发愿的话，那是不是很好非常好嘛，对不对？那今天如果说我们一切都是非常的也一直都是非常幸福的，在一个生活的过程当中，也是你有学习到这个菩萨的这个行，那就可以一直为众生发愿，这也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快乐的时候呢，一切功德回向于众生。那么在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功德日夜增长，越来越增长，就是片面虚空的功德那么痛苦的时候呢，我们替代一切众生的痛苦那么我们在断除一切痛苦的根源，然后断除一切苦海的根源。
所以这个意思也是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简单讲到，我们幸福快乐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自己很了不起啊，所以自己就赚了很多钱，或者是我就是出生的家庭本身就是很有钱，所以我自己就很了不起，或者是有各种各样各种方面，只要有一点的那个幸福的时候，不要认为是自己就这个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因缘的，那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我就有这些福报这些的这是正常的，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那我们必须得要把这些也是后面有很大很大的恩德，所以这些恩德就是我们就好好的就要回向，把这些都是变成善的一个因缘呢，回向给所有一切的众生。所以呢，你现在的这个一点点的那个幸福的这种利益是从什么时候修持善而得到的？这个善的这个因，那就是片面虚空的，那么就是回向给一切众生。那么这个来说的话，也是非常圆满的事情。那有些人痛苦的时候都想我们这些痛苦的人谁都不知道我们的痛苦。那么这个痛苦来说到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痛苦，贫穷的痛苦，不健康的痛苦，然后就是被人家欺负的他的痛苦，没有自由的痛苦等等各种各样的痛苦，都是只是在那边痛苦埋怨他人就没有用羡慕他人也没有用。我们自己要知道说这些都是我可能自己所造的业力，过去的什么很多事情，很多人说就看到的就是短时间的因果，大家都会知道，就会后悔嘛。但是要后悔的话，就是真正的从内心里面忏悔。就像刚刚就是前面所讲的，有人剃了他母亲的头，然后就是后来他自己就流转的因果，他自己头上就是在转那个缩土的时候，他就想起今天他剃了妈妈的问题，所以他就是忏悔。但是他忏悔是不光是后悔后悔的话就是埋怨就是那个人如果是那个时候说我就特后悔，我就不应该剃妈妈的头，然后现在这样，他想起来这样想多长时间也没有用但是他内心里面忏悔，然后他就是懂得因果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情况下，他就知道，而且同时他也是感觉到一切众生都是有痛苦，这个痛苦跟幸福的感受是同样的，有平等的一种这种概念都是产生了以后呢，他就同时做了一个发愿然后就是他愿意承担所有这种造这种业的然后受这种果的所有的众生的痛苦，他来承担。所以以后不要有任何一个众生感受这种痛苦，所以呢他就解脱了，而且是圆满了非常多的功德所以这个就是菩提心的力量。那么这个菩提心这就是一个这个学问这个学问的，有了这个学问的话，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就很简单讲的话，我们学习到怎么样的发菩提心，知道了以后就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就非常殊胜。那这个那就是我们在佛经里面这些，我们在这个如菩萨行论里面所讲到的这些还有我们今天所讲的简单的这些解释，它就是有更多的理论，更多的解释。反正它的这个理论上，它的这个观点上都是合理的，而且都是成立的，都是真理的有真理的，这都是不是什么推测感，还有一些相当就是那个猜测的然后不太会成立的事情嘛，都不是，都是非常成立的，非常能够可以我们都是可考的，非常可考的一些道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时间就刚刚好，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还要那个继续做共修嘛，对不对？对。然后就所以今天我们就到这里